针对丹纳斯洪灾，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持续召开记者会，反映灾区灾民的状况。党团书记长林彦竹表示，虽然中央提悬灾民厝顶甲外墙损坏的补助，依照损坏的面积，对1万、5万到10万块不等。不过，对着全民普发1万块的现金，不但有议员罗坤浩提出希望市府先来编预算来垫付。针对灾区的居民优先来发放。另外，书记长嘛希望中央对着灾民会用的来加码。如果台南市会当优先这灾区这民众会当领到这1万块，你看大家何乐不为？我相信台南市议员无一个反对啦，无一个反对啦。如果若是用垫付案，先台南市政府或者灾民灾区的一寡这住户。会当一户若三个人，伊个当领3万，一户若5个人会当领5万。啊，如果若是10月了，那中央钱落来，那个转正嘛。有居住的事实都要给1人1万块的，所谓让他能就是在现在不管他的家里有的都没办法住嘛，有的去住在亲戚家，给他们的生活费，他们也没办法上班，有的白天要回去整理啊，有的呢，就是变成公司请假来补助他们这一个钱。第二个就是中央在立院通过的，这1万块是不是可以先给他们？然后呢，先给他们，这当然要去跟中央商量，那地方先垫。对此，市府秘书长尤天浩回应。针对垫付编预算的部分，因为市府的自有资源有限，至于中央加码的部分，市府会搁再甲中央来反映。我们还是会做一些研议跟一些再寻相关的管道来跟中央之间来做反映。那这边也拜托一下，可能各界的中央级的民意代表对这一块，可能也要就是尽力来促成啦。那当然，对我们台南市任何有利的一些相关的作为跟相关的措施，我们都非常欢迎哈。那这边可能那至于就是说我们市府有没有办法去带电这一块哈，大家也知道，我们市府的财源哈，大家都非常清楚。刚刚卢议员也大概知道哈，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的财政自主只有28%，我们其实坦白讲，咱钱家都不搞啊。那这边到底要如何去应用这一块？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大概也发起了一些有关于劝募的部分，那我们这边也大概也开设一些专户，希望各界能够慷慨解囊，来帮助我们台南市度过这个难关。除了灾损的补助，另外伫个灾后的清理甲修缮的部分，虽然市府干务局有媒合土木，甲营建等厂商来协助，不过知影申请的却有限，甚至有一寡厂商想要请外劳来支援，但碍于法规。外劳只用个伫规定的场所来上工，袂用个到其他私人的场所。伫个欠工甲欠料的状况，嘛希望市府会用个帮忙协助。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